唔好淨係讀書，繼續去玩。但係你玩得犀利咧，一定讀得犀利。如果選錯大學點算啊？咁點啊？轉咯！你要記住啊，你哋仲有年紀，離開咗中學之後，大學係你人生之中接觸社會之前最後一個美好地方。咁我好希望你嚟緊真係揀間大學咧，揀唔啱轉啦。喂，好似依家咧，喂可能咧你而家呢個時間啊，好唔中意屋企啊，或者屋企俾好多規範你啊，俾好多失去自由嘅補習啊。喂，自由唔係你想要自由嘅自由啊，係你係調翻轉係你想唔去做一啲嘢，你能夠唔做啲嘢，嗰啲先叫自由啊，即係有得選擇咯。我哋讀大學為乜嘢咧？讀大學為咩咧？你話唔讀啦，我出去做嘢冇所謂嘅，咪兩年之後就繼續讀咯。但係我讀下大學意思就係話，我唔係一定你要贏啊，未必贏啊，讀大學唔係贏啊。不過等你輸得唔好咁慘，輸咗之後你可以從頭嚟過。中學有中學嘅圈子，大學咧係咩人啊？大學可能係好多富貴子弟啊，或者係世界各地嘅人一齊讀一間大學，你識咗好多人。去到我請你哋唔好淨係讀書，繼續去玩。但係你玩得犀利咧，一定讀得犀利。點讀啊？上堂嗰時辛苦啲咯，做功課嗰時真做咯。教主錦囊，記得點讚關注。